好，我是美食特派员贝拉。今天很开心又来到特别的地方，要来跟大家做美食开箱。我一起来欢迎我的开箱美食好朋友，欢迎主委。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徐世勋。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我们这个台北市最高的楼层，我们101的85楼随意鸟地方。我们最美的客家市集呢，结合我们这个最高最壮阔的都市美景，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客家美食开箱喽！每一次呢，都在最美的地方为大家介绍开箱最棒的客家好物，其实真的非常的享受。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我们的开箱文包含有甜点系列啦，也有我们的客家茶系列啦，然后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如果想要吃的饱足感有的话，那有油饭系列也是很好的选择。今天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讲到零食口味而且是小朋友或是大人你都可以选择的是我们的果干系列哦，还有我们的饼干，对不对？对，猫梨棒是，所以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果干。还有猫梨棒那果干的部分呢是来自大埔良做的果干系列。那猫梨棒呢会取名这个猫梨，就是因为呢它是用苗栗的旧称嘛喵梨猫梨棒，两个都是营养又好吃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做美食开箱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大埔良做其实讲到果干，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这样的，人家我们喉咙引供我们喉咙郎他说是这个西修啊，对不对？那客家人呢说是朗大，就是零食。那如果你有买果干的话应该都有跟贝拉有一样的经验，就是每次都买一大包，然后呢台湾的天气又湿，然后你就会受潮，那很多你打开之后发霉了，就把它关回去。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非常贴心的大埔良做哦。没错，大埔良做大家看到除了打开之后呢，它里面的这个单一小包装非常的方便，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带个几包这个上班的时候带个2、3包放在包包里，很方便。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妈妈帮小朋友选这个什么生日礼物啦，其实我跟你讲，就带这一包去小朋友来1人1个，又健康又营养，而且你的孩子人缘会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单包装的系列你要带出门上班放在包包里面都很方便。之外呢，现在夏天不论夏天或是冬天我相信大家呢都会想要喝一点有味道的。那很多人不喜欢喝水呀，这时候贝拉就要推荐给大家有些人不喝茶，真的对。那我要推荐给大家又养生又好喝的是什么？就是水果茶。那大埔良做他们家的系列除了有刚刚主委拿的这个是芭乐果干另外呢也还有我们老农溪畔下生长的这个洛神花，那也有我们的凤梨。所以如果今天呢我想要来一个洛神凤梨，2个就一起来搭配，就变成洛神凤梨茶咯。那如果呢我想要洛神芭乐，我就2个搭配在一起，我就有好喝的水果茶。那另外呢，果干的部分也还有柠檬所以喜欢的口味你都可以自由做搭配。重点是呢，不论你在哪里，你都有果干可以吃，又有好喝的水果茶可以喝，所以我觉得很棒推荐给大家那另外呢，说到这个零食的部分我们就要跟主委一起来介绍，就是我们来自我们的猫梨棒，对，营养的口粮棒那猫梨棒呢有2种口味的，我们先让他来上个小点心吧，来小帮手我的猫梨棒准备好了吗？来，这个是你的。哇，好，猫梨棒呢有2种口味一个是花生口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茶香口味2个味道呢都非常的好吃。而且呢这个你不要看它这个口粮棒通常外面吃的口粮棒可能又很干又很硬可是听说我们的猫梨棒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而且很有层次换我来介绍吧。好的，这个猫梨棒呢，我来吃一咬下去，你就会发觉它那个很香的这个棉花糖的味道，还有口感，咬下去这样松松软软的，然后它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然后再加上它的花生味道，那个花生香一咬下去，有棉花糖，有花生香，哇，你会觉得吃起来整个感觉就觉得幸福的感觉。对，所以我刚刚说的，你会觉得这种猫梨棒吃起来很有层次。其实要我形容的话，我会觉得它有一点像那个雪 Q 饼一样。但是雪 Q 饼它是比较软的，但是我们的猫梨棒呢，其实它是
也不能说它硬，但是呢，它就是口感层次很丰富，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但重点是哦，雪 Q 饼哦，它其实会粘牙。但是竹伟，你刚刚吃我们的猫梨棒，你觉得会粘牙吗？完全不会，不会，对不对？好，所以呢，家里有小朋友哈，或是家里有长辈的哈，好吃又不粘牙又营养，就是我们的猫梨棒。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喽。那今天呢，我们的系列商品哦，如果你喜欢吃果干的朋友。或者是你喜欢吃饼干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的小合成系列商品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都有非常多的系列商品，你可以选。听说还有跟脸一样大的虾饼哦。没错，这都是大人系的零食。对，所以接下来呢，相关的系列商品我们也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好，现在我们在这个桌面上可以看到的呢，都是我们小合成平台上面可以买到的商品哦。那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像五色鸟活力村系列的，不管是甜菊梅，或者是我们的甘草橄榄，还有我们世外仙境的紫苏梅，哇，品相非常的多，任君选择哦。没错，那另外呢，也还有我们三矮人的八仙果。如果你是像贝拉还有竹伟一样，我们常常要讲话的，或是做老师的，或是喜欢唱卡拉 OK 的朋友这个八仙果呢，可以让你喉咙呢非常的舒服有黄莺出谷般的声音，这个也很推荐给大家。还有刚刚提到的比脸大的虾饼，焦香口味，很香很好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果干系列包含还有土豆康他们家的芒果干是用这个金黄芒果，而且呢是特别用低温烘焙去保留这个水果蔬果它们的原汁原味。所有呢你喜欢吃的梅子或是八仙果啦、虾饼全部通通都可以在我们的小合成市集上面，你可以自己挑挑看、选选看，喜欢的把它带回家哦。那今天呢，我们的系列商品开箱就为大家圆满的进入到这边了，也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同时呢，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的竹伟跟大家一起来做美食开箱哦。谢谢大家。那我想我们这个最美的客家市集呢，结合我们最高最壮阔的都市美景，我们今天客家美食开箱就到这里喽。张伟亮。